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修辭王國。今日我要教的修辭手法是排比。首先我們一齊嚟認識一下排比嘅定義。排比係指由連續3句或以上，結構相同或相似，意思密切關聯，語氣一致嘅詞組或句子連續排列出嚟，表達相似或相關內容嘅修辭手法。接下落嚟，我哋嚟一齊認識一下排比常見的句子結構。排比句中嘅分句常會重複出現相同嘅詞語，令結構和語氣更加一致。排比句中常重複嘅詞語有多麼、有的等。咁樣寫嘅好處，能夠使得句式整齊均等，節奏和諧，增強文章的語言氣勢及感染力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面嘅例子。第一句用了多麼，媽媽的笑容多麼甜美，多麼溫柔，多麼慈祥，使我感到無限溫暖。第二句用了有的，地鐵的車廂裏坐滿了人，有的人在看書，有的人在聽音樂，有的人在聊天。呢兩句都係連續3次用咗同一個詞語，所以就屬於排比嘅修辭手法。今日嘅修辭手法就教到呢度，感謝大家觀看。